乡亲啊，你有偌久无看册，无行入图书馆咯？对囡仔来讲，册本可能是因入捌甲探索世界上紧的方法。也毋过，甲都市囡仔比起来，偏乡地区的资源相对较欠缺。囡仔因为交通的因素，就算三不五时想要去图书馆看一册册，嘛真为难。台中图书馆石冈仔分馆有一台鸟头鸟册车，每礼拜有5天定期走东市石冈仔，甚至会走到中环公路，互离散的囡仔嘛会当看课外册。这座山洞式的小小的图书馆，安怎来展现着行动力甲魅力？册车驶到山区，为囡仔带来欢乐的同时，是毋是嘛会当缩短着城乡的距离，实现着越脱贫困的理念呢？咱做伙来看发生伫山区小路的温暖的故事。偏乡的孩子周遭可能没有图书馆。你借什么书？我借棒球，我也喜欢篮球。他借21本。行动书车它有非常多的弹性，不管是在山边、海边，我们都可以用到图书馆。书车来了，我很高兴，因为可以看这书。看到小朋友这样跑下来，把你的书都搬光了，那你心情就会说：哎，今天来的这一趟有价值。各位小朋友，太嘎吼！好，我们准备好今天的故事了吗？我们要来一起打鼓，好不好？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锵，大好真热闹。充满当初的旋律响起，一个一个古锥的面膜啊，欢喜又期待，要对节奏来点一个。有没有人属牛？属牛的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！哇，2个。啊，咱来看心理学校的故事哦。享受伫册旁边，动画世界内底，即天石冈仔图书馆的讲故事时间，这个满。我是第一次来，因为我是从丰原过来，因为我们不是客家人，然后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客语的介绍，就可以跟就是小朋友一起学习。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来。那小朋友你是比较喜欢来吗？就蛮喜欢的，就玩到都会不想回家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老虎阿爸的故事。哇，好！每个月一届，短短半点钟的亲子共学时间，刺激囡仔人无限的想象。做广告事志工的林玉秀，所观察到这份快乐的背后，让人无奈的社会现象。你有没有听过家长就是来听了之后，他就跟你讲说，我实在住太远，他没办法常常来，觉得很可惜，很想要常常来这样子。也是有，也是有。他们是这么讲。工作啊，或者是距离啊比较远，没有办法过来。甲市区的囡仔比起来，偏乡的囡仔读书的资源相对较少。要安怎缩小这个差别？石冈仔图书馆决定主动出击。3栋半的货车载上成本的册来到中环公路，海拔1700公尺的里山，嘛会当看到伊的形影。他们周遭可能没有图书馆，那因为我们很久才去一次啊，他们真的就是蜂拥而至那种感觉，他们都会很期待说，书册阿姨下次什么时候会再跟书册一起来？这个书册就是我们落实阅读平权的一个主要的工具了。囡仔人真热情，甲册车包围坐伫涂骹，把握难得的读册时间。为2014年开始，册车走过山城乡镇，让偏乡的囡仔享受乐托。一个温暖的行动，无爱杀手就是图书馆的主人林雪云。其实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从阅读找到答案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推广阅读这件事，其实是还算蛮有意义的。1993年成立，图书馆朴实的建筑是陪伴真侪囡仔大汉的老朋友。最近所谓科技的普及，国土的风气受到冲击。要安怎使民众愿意加入知识的宝库，成做林雪云逃生的任务之一。其实图书馆真的是一个很冷门的地方，但是如果你用一些方法去引导民众，去鼓励民众，它可以变得很活络。
逐礼拜5天，车辆准时出动。出发进前的准备是工作人员上解无用的时阵。这些书都是小孩子在学校借的书，然后他就近的图书馆还，然后我们再把它点收之后就可以再上架。我是台中市立图书馆石冈分馆的行动图书车司机李玉明。因为我们书车的外观有一只很大只的猫头鹰，所以他们都简称我为猫头鹰叔叔。他们一看到那个猫头鹰的车子来了，然后就会哇哇大叫啊。他说今天又要载好多书给他们看。一沓搁一沓。贴甲比人搁较悬的册，拢是囡仔人捧伫手掌心的宝贝。男生就非常喜欢看漫画书，哦，非常抢手。女孩子就喜欢看这种露露拉拉的，哎呀，很可爱，像可以做，教他们怎么做蛋糕啊那些。我现在要把那个书箱的书都给它上架，那总共大概将近会10箱。今天就是要上架大概400本。因为我之前是在送南北货的，也是开这种3吨半的车子，是这种机缘才进来这个图书馆工作的。一架车上济当载2000本的册，要安怎好无共年岁囡仔拢会当轻松来借？特殊设计册架啊是大工程。低年级的要放下面。对啊，低年级比较矮，所以我们就是放第一排比较矮。那像现在这个就是高年级5、6年级在看的书的。因为在车上选择性的会比较说年纪大一点点，旅游的啊喜欢的，还有折纸的啊。这些老师都很喜欢看，还有那些就是保健的啊。哦。身体保养。就是做运动啊，伸展那些啊。5岁10色的册。丰富多元的内容，就要尽量满足大家读者对知识无限的需求。好，现在车头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要看一下那个欧翼的。今天油压不错，还可以。哎。楼梯也要检查哦。要啊，楼梯看有没有折损啊，不然小孩子在走的时候怕有危险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随时准备出发了。册整理员设备全好势，早起8点，咱得册车出动，准备执行一项超级任务。今天我们要去和平区的那个博物马国小。那这样开上去大概路途要多久啊？大概要50分钟。50分钟，这样算快的。因为它将近要40公里。他们每次都很期待说我们书车去的时间，他们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到啊。台中和平区博乌马国小学生敢若52个人，是一间细间的学校。一天载步，全校的师生拢着急咧等，听到机台的引声。报道：现在有10班图书车，请全校的小朋友在走廊上整好队之后，到表演台上面集合。报告完毕。整好队。可是我就想考。来，按照号码。要接电线的。那电脑需要用电啊，我们要先把电脑先布置好啊。等下小孩子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借书的。去图书馆的时候要用什么证去借？书生的老朋友，逐个月拢会把满满的知识保障在内，准时报道。这部书车叫什么车？行动书车一台可以容纳几本书？一场囡仔人期待真久的心灵宴会就要开始啊！同学，你今天要找什么书？这是什么？
是故事书是不是？对。慢慢走，走楼梯要小心啊。同学，你在找什么书啊？《三国演义》。现在有锁定了哪几本吗？这本是什么？食谱哦。哦，啊，你会煮饭吗？会。哦，真假的，这么厉害？我们这边是大安溪沿线嘛，那离最近的图书馆应该算是东市区，从那边过去大概要50分钟以上，因为这个公车一天才2班，所以交通上是非常不方便。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新的书。我拿5本，我借的是绿色。你借了几本书？5本。5本哦，那你今天借什么书？这是什么？图画书哦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美国队长。蜘蛛人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图画书。哦，你借很多书呢。很重哦。像看到1年级的小朋友，很小的小朋友，就捧着书这样，这样他就要跑上来。我说怎么借那么多书这样？哎呀，这个书都很新啊，都很好这样。就是图车这样上，其实对小朋友的知识的或是阅读有非常大的帮忙的。你告诉我你借了什么书？少年读地球。那你要多久看完它？如果这5本的话，5天吧。光是2023年台中市立图书馆的行动书车就出动了超过2100多次，而这些书车他们行驶的路途也超过了4万公里。这些书车他们无论情欲使命必达，用热情把图书资源送到台中的每一个角落。悠扬琴声伴囡仔的读册声，这是行动图书馆无意中看起来的一段难得缘分。那是因为呢，我们学校小朋友其实对钢琴音乐很有天分，然后那是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很想要学钢琴，可是因为家里没有就是钢琴，所以呢，就是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活动，所以钢图书车就是捐赠在我们给我们的小朋友，每次下课都来抢这一台钢琴。你弹很好哎，你学多久了？啊，1年。你学1年多的，弹这么好。同学，我想问一下，刚刚那个同学弹琴觉得好听吗？很厉害吗？啊，你平常有听到他弹琴过吗？有觉得他很厉害吗？有。怎么说？手指很灵活。台中市目前有7架走过山海的行动车车。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，甲检足国内甲国家之间的无平等，佮有建构有永续特质的城市甲砖头，看作重要指标。期待透过政策甲行动，消除城乡的差别，促进城市甲郊区的正向连结，推动阅读平权的移动图书馆，嘛加做另类的做法。同学，你借很多书哎，而且你书都很厚很大本哎，这样会不会很重？还好哈。我的比他重啊。真的假的？他借21本。你借21本？你拿得动吗？没有，我帮他拿。你帮他拿的？你怎么这么好帮他拿？他们2个是朋友。好朋友哦。一座图书馆的兴建，从硬体、软体到整个维护设备等等等，至少要3亿、2亿以上。那每一年固定的购书啦、人力更不止。政府资源有限，没有办法一直做这样子的投资，但是书车它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。董事长最近真忙，还不知道吗？其实行动书车这个想法是我们学习我们国外的一个精神，就是说，图书馆不是在等读者进来，而是我们应该主动去服务读者。这13年来，就每天都服务小朋友。路程如果再远也没有关系啊，30-40公里，你就会觉得看到小朋友这样跑下来，把你的书都搬光了，那你心情就会说，你看我今天来的这一趟有价值。就亲像囡仔人的佚佗伴，啥人拢无拒绝，无论搁较远，路搁较歹行，
总是会当看到伊。拄风正好，天开是果，陪伴囡仔人载着梦想，勇敢去飞。